kumi na wow mamang gaganan na bapalaan masabi na sa utayari ayaw ang kan sa to para katahar rai bisa wabu ko k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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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i sa pagkarungay sa minera ke ko haw ting aturara ne jao ata to nu tak ya ka apun berang min kasi hai chỗ đi này tôi có số là ra ta tu sa nó là nhà quê教授一个好lo sau đi sa tôi博士多努米达开南大学的系主任杨仁煌教授好我们掌声鼓励好不好阿赖我们把鼓掌那么首先感谢我们2位教授蒋教授还有高教授还有我们的张引言人，asal no amis na ka, no panjak soal ko sa kano amis. 一定你不送我阿弥陀哈，一定你该练过板炸韩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大家知道吗？所以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日本人殖民台湾的时候，带你过日本哈。mana ai kau panca ku ngangan numita panca na utam dao sana na numita sisa itini ipiumahan to ira ku zenlei 学家 no ripun uman sa kira zo ku itira sa u amis no piumama sisa ya amis to na makainya itini 所以 maka tingir ku ripun 哇很棒sa ku ripun 我们要消灭这个民族我们要叫他北方佬所以班有阿密萨itini 不送是这个是来源 因为我们统治要当到哈，不希望我们是人，不希望我们是民主，这个是第一个。不管哪一个国家来统治，一定要消灭这个民族。所以北方佬呢，那在都搞民主，我阿密在都搞，所以这个当个3年我阿密嘛。后来我到日本，然后又去台东啊，慢慢他们搬进，你讲刚刚用你们那边的话，用努力过那算。 搬进，哦，你的很标准。大家可以把它哈搬进啊，搬进，是把它都搬进。所以炸鸡猪这种，所以他们的炸鸡猪这种他们叫炸鸡猪这种搬进几多下，应该是几多下，他们一定要把它搞几多下。你的已经很标准的了，对不对？几多下搬进。 所以搬进还那搬炸还那有搬进是那dia sepuluh ini dia pas mana搬进还那农民搬炸还那农民大有搬进搬炸跟搬进很近搬炸搬进可是今天概念关对嘛完了搬进跟搬炸差很多所以因为炸鸡住这种的关系哈所以那一下规定那不算给他搬进 所以他们不称自己是板炸，因为板炸是板进，这个是日本一定要消灭板炸的民族。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实上哈，一定伊斯兰，那么概念是我讲你们2个，我没有办法批判你们，你们的话再把它告你是真正讲得很棒。啊，一定一个是一定伊拉伊曼的呀，嘎拉拉你是最棒的，我们没有办法批判。亚述人民说都是真的。 可是我要讲的是，为什么当个3年阿外古斯拉的那么大，什么时候开始消灭的？阿外都给他打了案，阿外都给他死毙，阿外给他死毙。所以我用这个名称公民，跟我们的自治是有关系的。阿外都给他斯拉那么大，阿外都给他死毙那么大，阿外给他打了案那么大，死毙还弄海岸阿美跟巴兰奥死毙，苏拉拉丹还弄大巴隆啊，对今天在中部的阿美。 一定你当面有打了案啊，你不是不畏缩。当时对定你要以修过兰阿美马拉斯维马拉苏拉拉达尼迪拉，对定你海岸都兰马拉斯维然后嘛哈，所以同样的一个功能，这个就是我们的中央政府。所以日本一来的时候，要中央政府那边大家打了案，马拉新加阿敏。 一定呢，我是不的，我是一定那个比卡林哥，也新疆都脑大陆安，你看巴拉新疆阿明古大陆安，他为什么要这样消灭我们的文化？
也说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开始那么该你巴卡隆爱，一个拜，好都是有一定的作业，巴卡隆爱就专门工作，做的很多，你阿都不要抓很多，不然的话分不到巴卡隆爱，都是工作都是劳动巴卡隆爱，所以那个舍比努米达它是学校，都是我们的学校。他也是我们的那个没有结婚的男人，就住在那边，也是宿舍，也是白天的这个托儿所，然后他也是法院，对不对？你讲的是法院，都是用这个打罗案，所以学校、法院，所以我们的公务人员就在那边上班。呀，公务人员都怎么？伊到斯拉拉面，他麻烦那边阿都今年，麻烦那西高瓦塞刚才第一个巴卡隆爱，他专门派到跟西高瓦塞在一起，要服侍西高瓦塞。所以那个叫你上我们是公务人员有一个叫职能训练，你的专长在哪里你就按在哪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务，我们的亚斯宾努米达就是我们的政府，里面的12就是我们的公务人员，然后台风过后房子都倒了，都要做公共事务的工作。伊那米萨斯拉来嘛，巴巴里有多面埃及班给达尼尼。阿米桑阿多罗嘛，台风一到那个桥掉下来，也是大家都在做。所以第一个统治者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好，一般要核心价值，我们亚努米达今年诺马盖耶马多阿塞，我们中文叫核心价值，很重要的事情，我就要把你们的中央政府干掉。所以在日本时代，我都给他斯皮马拉金加面，我们还要拜度嘛，所以亚斯拉努米达奥埃蒂咖喱不能开始就没有了，然后到国民政府也是一样，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现在会议，所以今天这个会议是很重要。那个李金星叫我来说，我一定会来，所以我是从别的角度、国际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文化有多重要哈。你看外国人都在讲很多这个有关的事情，我想这个就不要再讲了。那么概念第一号呢，设备还有一定的恒春阿美、马兰阿美、海岸阿美，然后这个年龄阶级呢，就是一个部落的政务，所以它里面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东西。所以用政治，我们是写政治，我是公共事务管理系的系主任。什么叫公共事务？刚才我们的这个刘先生刘静有讲过，就做部落的事情。那么该你拉拉布努罗嘛，嘛该你尼亚罗，安妈妈古妈妈古亚尼亚阿米鲁斯拉古米埃，所以米萨斯拉给它有分很多种。所以斯拉有2种，一个是专民，马来努尼亚一定固定的，古阿干努尼亚，对一定要海岸阿美一直到台东就不固定。伊拉古拉丁过，伊拉古拉新过，拉台风，那一年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的名字就是用那个。然后我们那边是每隔哈几年一届米萨斯拉，当个赛丁尼亚在格扎扎伊5年、古罗马3年、古罗马，可是我们不讲这，可是它的功能都是一样，要怎么样训练年轻人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他说我拿那个外国人，所以很厉害，国民大民主。事实上，巴盖利心理学很难来哈，我们真的很厉害。我们的孩子不要父母亲带，我们的孩子到当个赛丁尼米莎莎，全部是年龄阶级带，不听话就打，马来那么哇打到屁股都烂掉，不行还要罚米阿亚嘛那样，连鸡都有米阿亚、米巴布、米国龙，所以这个是外国人的外国人的观念，一个人类学家 Erikson 和阿美利加，我把外国人的东西拿来跟我们年龄阶级来比较，我们那真的很伟大。我们你看现在的小孩子还要安亲班，对不对？下课以后还要到补习班。那个我们现在，假如伊拉那个斯拉努米达号全部的孩子一放学都在打罗案啊，伊拉马多塞米达拉和巴斯巴纳努马多塞，哪有很多马那米德格？mana mi puting, mana mi hulu tu bapa hira min mak pas mana itu di taluan. Ini 没有啊，我们还要去安亲班，还要1个月5000块，对不对？第一个阶段，来0岁到1岁就是最3班，那么好。
信任跟不信任。我们要克服8个阶段，美利加号它要克服8个年龄层。每一个年龄层它都有不一样的地基，还能咪绕绕外多啊下面，0岁到1岁，就是他会有他假如能够克服那个时间，他对世界就充满信心，充满信任跟信心。充满要那么说给他危险你赢的话，那你就充满着希望。这个是把它这么加地基那么大你就没有就怀疑。那我们刚好是在哪里？就第5个，前面都有，可他们都有人带，是比大姑娘都有人带，父母亲带。我们的是在第5个。你看我们的12岁到20岁的时候，全部都在年龄阶级。那我们有没有信心？你做不好，那个长1辈的学长就打你嘛。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弄得很好，我们的自我认同对角色的混乱，我们不混乱，我们要做什么，回去要做什么，要对太太怎么样照顾。要是一过来那么18多米嘛，对啥吧？所以嘛，他米跟他啥吧，所以他会怎么样？到后来他很忠诚，因为他有克服，所以很忠诚。其他外姑妈什么都没有就忠诚。可是，一般人呢？现在我们的小孩子就很多不确定感，因为农民到12岁到20岁不知道要干什么。可是那要农民到12号，麻烦那我要做什么？家里没有钱，我就要到台北工作，都知道我要养什么的，我要做什么？到哪一个1月到12月都有记忆。有拉面家里新农民到80都不一定有干嘛。到12月做什么，到11月做什么，7月做什么都教，所以我们的这个忠诚的程度很高。所以马拉现在马拉订车都是主管最喜欢的。马拉路再好823炮战，你看都没有死，好多人没有死，满洲台湾嘛，大下面。所以到第6个阶段就是20岁到21岁，他开始谈恋爱。可谈恋爱的时候是你会教他嘛？你也知道你跟他哪一个比较好。然后以后结婚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照顾自己的父母亲？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读书，可是在哪里读书？就是年龄阶级，那你bisa selalu meminta，一定大陆你是比较早，或是苏拉拉大那所以我们都会怎么样？我们会充满爱，不会乱来。哪一个乱来就知道你跟谁在一起劈腿，12都知道就抓过来打，就罚牛罚猪对不对？还要去污染哪一个人跟哪一个然后26岁到25岁，一定一家拜，妈妈都家拜，有亚娘有马多阿塞，一定一大陆以色列要马多阿塞，就是那个时候，所以他们不会很无聊。明到马多阿塞。我在哪一个年龄，哪一个年龄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不会乱来，我们不会说我就没有希望，没有前途。可是伊丁内马多赛跟部落的马多赛又不一样。伊丁内伊巴达安伊大巴隆马多赛很伟大，他们有人照顾。可是伊丁内我们没有用力的话就淘汰了。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关心他人，因为自己关心自己就不够了一直到60岁到死掉，我们就是充满着智慧，我们不怕死掉。那要马多塞他都知道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年龄，我就要准备做什么。这个是外国人的，那我们自己的怎么样？所以字很小了，我都比较，所以各位要的话我可以这个我跟外国人的比较，所以今天那个韩队呢，今天阿密上在花莲的，所以我们也是那么高娃娃0岁到14岁，就是我刚才的那个表，你一定要有，假如说照顾得很好，娃娃他会很有信心。慢慢顾这个现在他会冲波，他会去冲。不会逃避，可是现在都市的小孩子会怎么样？功课不好就不上课，
那干脆就不读书，类似这种啊，你那不是拉里迪尼哈米萨斯拉来哈，不是你刚刚会教他，你不读书我就揍你，他会不读书吗？他就会慢慢，所以这个是很宝贵，不能帮扎斯拉。所以第一代诺嘎巴，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嘎巴，可是我们是每8年就有一次哈，马达布、马乌拉、马乌拉。马乌外就是我们诺嘎巴，你要慢慢固定的，你要每8年就一直轮流，有13个名字。刚才今天伊那麦你就知道嘛。所以今天对一德隆诺嘎巴就是妈妈诺嘎巴，还有德隆诺嘎巴，就我们所谓的妈妈诺嘎巴，还有今天台湾哈，等于就是领导中心，大概就是47岁到57岁，鲁巴巴也有哦。所以他这个是开始，我们都很关心，马多塞努米达号都会关心别人，因为你以前也是被人家关心，你不但有高技术，所以你也懂得别的不对，所以我们在年龄阶级可以学到很多 psychological， 那么就心理学哦 psychological， 这是从美国的心理学来看我们的年龄阶级，我们的比他们好。因为你看，都是用钱买的，养亲班也是要1个人5000块。你让那个视频里面大陆案，他可以去大陆案，那大陆案当然可以改变。像这个就是可以用大陆案的概念。那我们这边应该有，以前是用打猎，怎么样打猎？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用电脑？怎么样写论文？怎么样读书？那就是跟打猎一样，没有猎场的嘛。好，怎么样所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可以教，这个可以变成打罗案的概念。马多赛啊，马多赛就是50岁到70几岁，有分很多，米西马外，巴霍罗赖，伊拉对不一样，马扎多米其他可是安安是不一样，可是那个分法对，卡拉斯诺尼亚罗马多赛，所以最高龄一直到100多岁。所以这个时候，当大老外面巴代当让，可是伊丁尼米萨斯莱他不会怕死掉，他因为死掉都会很尊严。伊拉米安那米妈那杰拉哇以前有什么贡献，所以他死的会很安详，他不怕死，很有信心。那这个就是我跟美国跟我们很伟大，这个对，我们从美国那边回来，哇，我们的东西竟然比美国的好。可是这个东西呢，被谁破坏？因为我们不是台湾的主人，因为我们的主人换人，好像每一个当主人的人就把我们这个干掉。好的东西不只是在国内，在印度也是一样，很多的少数民族，全世界的少数民族，只要好的核心价值，对你的民族有发展的东西，在一个一个干掉，那个叫同化政策。所以日本人来这边，叫你们都要变成日本人。那我们当然弱势啊，我们要靠你们的脸色，吃衣住行都靠它，词好听，所以很可惜。那现在刚才有提高阿信哈，对不对？高大哥也讲说我们怎么样发展，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来的最终，我们怎么样发展？我很好，我已经把美国各国的跟我们比较，我们比他们好，可是我们这个东西没有了。那怎么办？还好今天我们是来得及了这个年龄，可是小孩子怎么样让他进来？所以这个第一个语言，我们刚才讲的要说了东西大表明，所以你看你们讲话都还比那个教授更会哦，你们那个时间都控制得很好。所以我们在美国叫 oral talk， 就是口述的语言，用嘴巴讲的文化，我们比任何国家都还，因为以前没有文字。所以我们一上来，我们的口才都不会比你们好，因为我们中间是有受到伤害啊。所以我们的口才，你看是控制时间。我刚才就一直看，怎么那么标准？你的好标准就解释你的算很标准。一定你呼啦曼那边要点样，白让那边研讨会给你拖20-30分钟。也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大家都这个当然是一个文化的哈，你们都是头目，大概也有关系。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假如说你看这个表里面，就是刚才讲的，
第一个表跟第二个表这样一比起来，我们的第一个阶段到第4个阶段就是娃娃的阶段，有没有看到？在阿美的社会，就是独特的母系社会特质及年龄阶级是两个架构，给它一个是母系社会，因为有母系社会，我们才有年龄阶级。因为男人在金主的地位不大，所以男人就发明一个年龄阶级，可以在外面当老大、当头目。每次要煮饭的时候，就会这个头目刚才娘咪第大陆岸上，本来要煮饭的男人都跑去大陆岸了，所以女人永远就是持家就稻田的工作。厨房的工作，照顾的工作，本来是厨房跟照顾孩子是我们的工作，可是我们发明了一个打乱，所以这个是后面讲的，到底是不是这样不知道。所以我们的结构是母系社会跟年龄阶级，所以你看第一个阶段小的时候是母亲带女的，父亲带男的，可是到了这个15岁到50岁的时候都是年龄阶级了，所以我们的人格发展几乎都是在哪里？舍婢建立的，所以我们的舍婢是什么？又是学校，又是师生关系，所以一直到几乎从头到尾都是年龄阶级的，在年龄阶级的社会里面生存。那第5阶段的时候，我就开始有友人就开始谈恋爱啊，一起工作啊什么的，就刚才跟那个然后他就会学到什么忠诚，什么叫忠诚，什么叫爱，什么叫关心他人。到第7个阶段的时候，工作开始分担家务的事情。到第8个阶段就是老人的智慧，所以老人没有智慧的时候会很焦虑，老人会过得很不好。可是以前你们老人过得还蛮爽因为他都有伙伴，每天到打了完都是老人或是都是某一个SLA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以总共呢，年龄阶级会给我们什么？勤俭忠爱热忱服务命令诚恳关心，这个都是我们在年龄阶级学到的。老人也在这边学到很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阿美族会所。我这边写会所就是苏拉拉旦舍婢的内涵与精髓，所以比这个外国人还要更好。然后到后来，我今天这个不是我的课程，不是我们的题目，可是我要讲的是一个学者叫郎昌瑞男子我们的阿美族的典型的母系社会，所以女性在亲属社会中有优越的地位，男子则处于从属的地位，这个是在亲属。可是男子所以着力以政治权力的扩展，在严格而完整的社会所制度与年龄阶级奠定了部落的政治制度。事实上我们真的是很有制度像怎么样产生这个头目，那我们有教育的价值像我们这个都有训练的，那社会的宗教的运动的大概都分得很清楚。那我要讲的是我们的那个年龄阶级的伟大事实上我们早就有部落会议，我们有行政立法司法监督的权利。老人的会议按照他的专长跟经历，他可以当监察院司法院顾问，都已经弄得很好。尤其是那个马兰澳的那个耆老的那边那个蔡宗涵蔡教授会讲那年龄阶级呢，年龄阶级他做什么？我说他是公务人员，所以他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试。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懂得法律，这个懂得艺术，懂得唱歌，所以他们的兴趣都会分不会重叠以前的人是很聪明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步到公民社会的问题。所以我还是最后我的结论可是不是已经时间差不多？还有时间，还有。我最重要就是我们在都市怎么样发展，我们都知道，那我们怎么样变成有形的东西？所以我一直在发明我一直不断的在发明，所以干脆我们都市的人怎么样回去我们自己的地方？所以那个美国的学者一直在讲，我们现在对我们也有立法委员，我们也有原住民行政区，几乎每一个县市院辖司都有，他们给了我们这个东西，
可是我们的作用到什么样的地方？你怎么样参与？那当面的嘛，他们参与，你上家都能国家的嘛，我们能够改变国家的形态嘛？好，我们立法委员再厉害，人家也不管。好，我们还我土地，还我证明，好，我给你还，有没有还？我跟蔡中华已经在民国76年，27年前就还我土地，还我证明。然后民国83年我当国代就有原住民，原住民族86年，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语言都恢复了，这个都是宪法里面的，增修条文第10条、第11项、第12项，然后宪法里面的1、2、3、4都有我们保护我们。可是我们有做得到吗？土地有没有拿到土地的？我们有土地，可是拿不到。所以在美国他就讲说，你怎么样按公平的嘛，农民是一定一些都没有超过你有自己的土地，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土地。所以我们没有土地就没有办法长在这个地方。我们一直讲是我们现在尤其是要去挖寨烧挖寨，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说，我们还要占领土地？这个台湾就是我们的土地，我们还要去占领，所以那个概念要翻过来。台湾原来就是台湾，不一定是阿美族或是卑南族，台湾是原来的最早的人类是谁？就是我们现在的台湾原住民族。这个土地本来就是我们的。然后在日本变成国民政府的时候，日本的那些原来是我们的土地，本来要盖学校，要做什么，到后来没有盖。可是日本人为了盖学校，把我们的土地一定要以凤林，一定要再定义光复，台东也有，然后高雄也有。本来是要做这个公共设施后来没有了嘛，没有做嘛。至少这个东西要给我们那个原来的我们有那西亚民叫丹多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丹多的概念，我们的土地到那边就是我们的丹多那个凤林我每次去，我们都在那边，那甘蔗园也是我们的地，本来是要盖这个学校，结果没有盖，应该那个给我们，那个是有道理的，本来就是我们的，先还给我们嘛。不过一个打仗是这样，我赢了这个台湾都是我的，因为那个国民政府是把日本赶走，当然台湾都是他的。可是要有道德的话，应该是原来日本人认为要盖学校、要盖公园，没有盖的时候应该还给原来的人。这个没有转型正义所以应该在国民政府说，这个东西先给他，给了以后，然后国家有多少？现在没有做这个事情。有的是像你们的话，就是用承租，每一年要给多少？那变成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外来的族群到台湾，颠倒呢，外来的族群的，所以我们也就认为，那我们都知道又不讲，那小孩子知不知道？所以我的学生，我告诉你开始计算你以前的土地，再问你的阿公，他说老师我的阿公已经不在，那问你的，他说我爸爸都不知道。那这个东西我们还是有资料，可以到日本，可以到国民政府的，可是他们不给我们。那我以前就是争这个了，那现在的立法更不懂，他们也不知道这一段时间，就是知道也不敢讲，下一届就不会提名。那这个东西我一直认为我们有在做，我们很坚强在做，我们用课本、用书都记到那边，虽然他们不管，可是历史永远会有记录。所以我们现在缺的是，到底我们的地在日据时代，我们的原来是我们的地是哪些？我们抓不到这个。可是所以说那个美国的学者就想说，你在努布拉马说到，你再怎么样充分参与国家的政治，也比不上你有一个土地。可是问题，这个土地要怎么来？从历史说这样，现在就是变成历史了。历史告诉我们。那一块地是我们，那一块地是我的房子，现在在日本的时候被甘蔗园。那我们的力量不够，本来是要用立法委员一口气，然后用公民社会嘛，太阳花这样，我们的年轻人根本也不懂嘛。那我们老公公再去，人家不理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了。
然后历史还是要做，课本还是要，所以各位像现在的话都要把它记录。所以我一直认为说，你们要进到土地